各位，我黎思齊。美國今日開始對進口鋼鋁徵收2.5%關稅，歐盟隨即宣布由下個月反擊美國關稅措施。歐盟將會向總值260億歐元美國商品徵收關稅進行反制，包括紡織品、皮具、家電同肉類、雞蛋、果仁等嘅農產品。美國呢次鋼鋁關稅適用於所有進口金屬，包括由金屬製成嘅螺絲、汽水罐等。而英國同加拿大等國家批評呢個措施。英國商業貿易大臣韋諾都話，為咗國家利益，將會考慮一切選擇。而加拿大就考慮採取反制措施。美國同加拿大嘅關稅戰有緩和跡象。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暫緩向輸美電力徵收附加費，美方都撤回向加拿大鋼鋁加徵50%關稅嘅決定，維持由星期三開始向加方同其他貿易夥伴嘅鋼鋁徵收2.5%關稅。美加關稅戰有新進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長福特星期二應約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通電話之後表示，對方同意重啟貿易談判，而安大略省亦都會暫緩對輸往美國北部3個州，包括紐約州嘅電力徵收2.5%附加費。兩人之後發聲明，話福特將會喺星期四到華盛頓會晤盧特尼克討論美國、墨西哥同加拿大簽訂嘅自由貿易協議。就喺兩人通話之前幾個鐘頭，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由星期三起，將向嚟自加拿大嘅鋼鋁徵收嘅關稅由原定嘅2.5%調高至5%，以報復加方徵收供電附加費。但喺知道加方讓步之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示，特朗普已經撤回向加拿大鋼鋁產品加徵1倍關稅至5%嘅決定，維持向加方嘅鋼鋁徵收2.5%關稅。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就話，加拿大係美國嘅友鄰同埋伙伴，美加總係盟友，而家雙方或者成為咗競爭對手。佢又重提特朗普關於將加拿大並入美國成為第51個州嘅講法，話咁樣會對加拿大人有好處。萊維特又話，特朗普目前仍然未同加拿大執政自由黨啱啱選出嘅新黨魁卡尼對話，但強調佢嘅電話隨時為任何願意對話嘅外國領導人接通。繼安大略省以徵收電力附加費應對美國關稅戰之後，卑斯省亦都宣布，卑斯省酒類分銷局已經停止購買美國啤酒、葡萄酒同埋烈酒，並將現有嘅庫存從貨架上移除。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星期二凌晨4點開始，俄羅斯莫斯科受到大規模無人機襲擊，係過去幾個月規模最大嘅一次，暫時已知造成2人死亡，18人受傷。俄羅斯軍方話襲擊係由烏克蘭發動，指空防系統喺夜間擊落咗337架烏克蘭無人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日抵達沙特阿拉伯，同美國代表團就俄烏問題展開談判。烏克蘭官員截至星期二下晝都未就莫斯科空襲事件作出回應。有報道就指出，烏克蘭官方通常唔會直接承認呢一類行動，加上佢哋過去曾經話反擊行動係烏克蘭整體防禦戰略嘅一部分。有分析人士就認為，今次大規模攻擊可能意在展示烏克蘭嘅軍事能力同佢哋喺前線之外對俄羅斯施壓嘅決心。美國同烏克蘭代表團結束喺沙特阿拉伯嘅會談，烏克蘭接受美方提出立即同俄羅斯全面停火30日。美國都宣布恢復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同情報共享。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今個禮拜將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同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星期二喺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達同烏克蘭代表團會談之後宣布，烏方已經同意即時同俄羅斯停火30日。經各方同意，可以延長停火期限，但需要經俄羅斯同意，並且同時執行。美國亦隨即宣布恢復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同情報共享。Positive step forward, the president has decided to lift the pause on aid and on our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going forward, and that's effective immediately. That's the offer. The offer is to stop the shooting.
魯比奧就話，美方會向俄羅斯提出停火方案，期望俄方盡快同意。雙方並同意盡快就開發烏克蘭關鍵礦產資源達成全面協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努力，又話烏克蘭已經同意停火，而家交由美國去說服俄羅斯。特朗普就話歡迎烏克蘭接受停火，會再次邀請上個月曾經同佢罵戰嘅澤連斯基到訪白宮。特朗普又話將會喺今個星期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So hopefully he'll also agree, and I really think that would be 75% of the way. The rest is getting it documented and, negotiating land positions, etc. 據報，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話唔排除未來幾日內同美國溝通。俄羅斯媒體報道，特朗普同普京將會喺星期五通電話。無線電視記者呂曉雪報導。咁美國嘅國務卿盧比奧就同澤連斯基等人。咁昨日歐洲時間就喺沙地阿拉伯嘅第二大城市吉達就展開第二次嘅和平進程嘅。咁最低限度喺會裏邊提到停火30日。咁由一個正常人呢個盧比奧親自掛帥咧，成件事就合理得多噶。因為最低限度美國就俾翻啲軍援過烏克蘭啦。咁另外亦都俾翻烏克蘭使用軍事情報。咁最低限度喺庫爾斯克嗰班人。就唔使全軍覆沒先得噶。咁喺友好嘅氣氛之下，烏克蘭亦都隨即答應就同意停火30日嘅。咁魯比奧講一句好精警嘅說話，你呢邊同意咗咧？就話個波就而家喺對面嗰邊啦。即係話而家喺俄羅斯嗰邊。若果俄羅斯話唔同意停火啦，咁咪足以證明其實係俄羅斯唔想停咯。就唔係特朗普所講話烏克蘭唔肯停咯。只不過烏克蘭話同意停火，之後嗰幾個鐘頭咧，即係話喺歐洲時間12號嘅凌晨，咁俄羅斯係對基輔再次發動大規模嘅無人機同埋飛彈嘅攻擊，最少造成4人死亡，而且有多處嘅基礎設施都係受到嚴重嘅損毀嘅。而到咗12日嘅早上，咁其實俄羅斯軍方就已經一口拒絕。就話佢哋唔會同意停火30日呢個建議咁話嘅。咁理由就好簡單，佢話而家應該乘勝追擊。因為啱啱趕咗烏克蘭嘅軍人離開庫爾斯克地區。咁國防部認為呢個時候應該乘勝追擊啊，繼續追殺佢哋啊嘛。你叫我停喎，咁咪即係俾機會烏克蘭嘅軍隊可以重整旗鼓咯。所以由頭到尾特朗普話普京係可信嘅。咁其實呢個真係笑話嚟嘅。就喺歐洲時間12號嘅下晝，咁路透社有篇報道就講，就話根據唔願意透露姓名嘅消息來源話，普京係唔想停火。齊阿哥自己估計咧，較早之前嘅普京確係想停火嘅。因為其實俄羅斯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打得嘅，亦都唔係咁多人嘅。若果係勁嘅，係打得嘅，係好多人手嘅。咁就唔使問肥仔恩借萬幾個士兵啦，係嘛？正係因為唔係好順，特朗普話幫手叫停，咁梗係想噶。但係點知喺呢個過程當中，突然間又話斬斷啲軍援啦，又話停咗啲軍事情報啦，將個局勢扭轉咗。喂，扭轉咗，俄羅斯梗係唔停啦。家陣仲話要直搗黃龍，話要乘勝追擊。所謂停火。其實又咪特朗普自己一廂情願，佢可能好恨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係咪啊？急於求成啊嘛，24小時啊嘛係嘛，跟住又話1個月之內啊嘛，全部都唔達標啦。咁消息傳到盧比奧度，佢啱啱亦都話咧，若果俄羅斯方面係唔願意停火的話咧，佢認為呢個係 highly unfortunate，意思即係話係非常之不幸。而到咗琴日歐洲時間嘅下晝咧，咁澤連斯基又由呢個沙地阿拉伯又翻去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啦。咁基輔咧就舉行咗個記者招待會嘅。咁澤連斯基又提到一點，就話即使我哋而家接受停火30日，咁但係未必有效噶，因為俄羅斯方面未接受啊嘛。咁即係話單方面話停火30日，其實就冇乜意義嘅。就停火就歸停火。
但係就唔等於話承認失去領土喎。咁早兩日我哋都同大家解釋過，喺而家嘅國際法當中，何為獨立呢？咁其實係一個 triangle， 一個三角形嘅關係嘅。第一 independence 獨立啦，第二亦有所謂主權啦 sovereignty， 第三就所謂領土完整啦，亦即係所謂 territorial integrity。根據呢個原則之下咧，係可以去防衛自己嘅邊境嘅，亦都係有權去抵禦敵人嘅入侵嘅。按照呢個主權國家嘅定義咧，而家烏克蘭有部分嘅領土就俾俄羅斯佔領咗，咁但係你佔領咗還佔領咗，唔等於我要放棄我領土完整喎。所以澤連斯基琴日喺記者會度就強調，就我哋係唔會承認俄羅斯佔領任何嘅領土嘅，呢個係事實嚟，因為我哋嘅人民係為此而戰，我哋嘅英雄係為此而獻出佢哋嘅生命嘅，有咁多人受傷，有咁多人陣亡，我哋承受咁多嘅痛苦，咁我哋又點能夠話承認俄羅斯佔領咗我哋嘅領土呢？即使呢啲領土係被佔領，我哋暫時係冇辦法攞翻呢啲地方。但係唔等於接受呢啲領土已經歸咗俄羅斯所有嘅。個目的就係令大家唔可以忘記呢件事，唔可以忘記敵人侵佔我哋嘅領土。佢話呢個係我哋基本嘅紅線嚟，係不能逾越嘅。澤連斯基亦都強調話，我哋烏克蘭係唔會允許我哋嘅國民忘記咗俄羅斯對我哋所犯嘅罪行嘅。其實到咗2025年。根本呢個係好簡單嘅道理，個個都明噶啦。唯一唔明白嗰個呢，其實係特朗普嘅啫。係因為時光倒流就翻去80年前，以為而家係以前嘅大國年代，即係二次大戰啱啱結束嗰陣，所謂大國年代，咪乜鬼都係由3個人決定咯，係嘛？美國咪羅斯福咯，英國咪丘吉爾咯，再加埋蘇聯嘅史太林咯。咁你啲弱國，你啲小國咪任人魚肉咯。喺特朗普心目中，而家個世界好容易管理嘅啫，直頭係分地盤一樣噶啦。遠東嘅咪習近平咯，歐洲嘅咪俄羅斯咯，其餘地方南美北美嘅咪我特朗普咯。咁現今嘅世界係咪咁樣運作嘅咧？乜梗係唔係啦。淨係一個歐盟加埋英國加埋加拿大，就已經徹底唔同啦。家陣大家都係組成個新聯盟，要為自己而戰啊！你估真係任你魚肉啊？齊阿哥經常都認為咧，科技有科技嘅方便，呢個亦都令到好似習近平普京之流咧，仲有馬斯克都係噶，以為透過個軟件加埋啲 CCTV 控制住大家，咁大家就會聽聽話，咁其實唔係噶，每個時代有自己獨特嘅產品噶。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有原子彈嘅出現，咁到今時今日，自然又有新嘅嘢出現嘅。你以為你控制晒咩？佢突然間就會爆樣新嘅嘢出嚟，同樣都係高科技，可能仲領先過你。所以去到呢一刻，大家仲覺唔覺得特朗普嘅 out of the deal 真係能夠解決到個問題呢？齊阿哥認為，就算俾你解決到，都唔係一時三刻，唔係24小時，亦都唔係1個月。可能係需要幾年啊！而趁呢幾年嘅時間，歐洲而家已經準備重組軍隊噶啦。而德國已經準備將10大嘅巨企就轉型成為軍工企業噶啦。當中比較為人熟悉嘅，譬如包括 Daimler 啦，即係我哋叫做 Benz 啦、奔馳啦，又或者寶馬啦、大眾啦、威廉海軍造船廠等等啦。嚟緊成個歐洲好可能會脫胎換骨。話唔定齊阿哥遲啲做翻一集節目，專係講下呢啲企業點樣轉型成為軍工企業，咁或者對大家如何趨吉避凶呢，有少少幫助都未定嘅。咁今日齊阿哥同大家就傾住咁多，我哋聽日再見，拜拜。